好多人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快樂，卻總係感到唔滿足。明明有份穩定嘅工作，人際關係睇似和諧，內心卻充滿焦慮同空虛。或者你曾努力迎合別人嘅期待，以為咁就會獲得認可，卻發現自己越嚟越疲累。大多數痛苦其實來自於我哋對自己嘅愛唔夠。當我哋習慣性地壓抑情緒，取悅他人，逃避內心真正嘅聲音，呢啲未解嘅問題，最終會轉化為焦慮、憂鬱，甚至身體疾病。我哋都以為喺生活帶俾我哋壓力，卻冇意識到係我哋自己選擇咗唔愛自己。學習愛自己並非一種奢侈，係擺脫痛苦、獲得真正快樂嘅關鍵。